每日笑話挑戰。從前，在一個叫笑鎮的快樂小鎮裏，大家都喜歡講笑話。笑鎮的居民以幽默感著稱，每天早上總是伴隨着笑聲開始，這都要歸功於小鎮最受歡迎的活動——每日笑話挑戰。笑鎮裏的每個孩子都期待這個挑戰，因為每天都會有一個人講出最棒的笑話，讓大家開懷大笑，而那個被選中的小笑聲，將會被加冕為笑聲國王或笑聲女王。在眾多參賽者中，有一個叫小馬克思的孩子，他以滑稽、聰明，甚至有點狡猾的笑話而出名。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，當大家聚集在樂樂笑舞台周圍時，馬克思知道自己必須想出一個嶄新又超級好笑的笑話，才能贏得比賽。他想着又想着，可他越想出來的點子就越傻。忽然，他靈機一動，他興奮地跳上舞台，笑得合不攏嘴，大聲宣布：我有今天最棒的笑話！大家都湊近了耳朵，迫不及待地想聽馬克思的新笑話。他眨了眨眼，問道：沒有牙齒的熊叫什麼？觀眾們面面相覷，一頭霧水。我們不知道，沒有牙齒的熊叫什麼？軟糖熊。馬克思喊道，大家獨時笑成一片，小小的樂樂笑聲變成了大笑，大笑又變成了肚子痛的爆笑。馬克思成功了，他的笑話太受歡迎了。就這樣，馬克思被加冕為當天的笑聲之王，但在他離開舞台前，他決定再給大家帶來一個笑話。什麼東西是橙色的？聽起來像鸚鵡。他一本正經地問道。大家都懵了。什麼啊？他們喊道。胡蘿蔔。馬克思笑着說。在一片歡笑聲中，市長宣布馬克思的笑話被選為今日笑話，並決定讓他第二天教大家如何講笑話。從此以後，每天在笑鎮，孩子們都匯聚在一起參加每日笑話挑戰，而馬克思總是確保笑聲和歡樂傳遍整個小鎮，因為正如馬克思常說的那樣，沒有笑聲的一天就是浪費的一天。